不可能的。关东的那应元他已死，他们如何得知今日败trận，还能提前部署这样的行动？难道更强的计策已经发动？好身手，小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黄盖，别让他走，杀了他！是的，小子，还认得这绳子吗？忘恩负义的臭婆娘！困住他！走，这人留不得，别让他通知西凉人。知道了，小子你受死吧！哥，是你！芳儿，做得好。谢爷，